46岁艺人吴玲珊在电视剧《爱》中将患有脑性麻痹的康安演得惟妙惟肖而声名大噪，近年靠着《甘为人生》的反派朱火炉一角再度翻红，不料日前竟传出在国道撞车，所幸人只受轻伤。据悉，吴玲珊驾驶的休旅车毁损严重，整个车头几乎全毁，但 A 柱后几乎毫发无伤，连国道警方都大感意外。针对车祸事故，吴玲珊今31日再补充，她去年9月驾驶 Volvo 休旅车行经国道，因为专心留意车况，直接以时速110公里撞上前方工程车，车头当场全毁，但车势完好，而他仅被安全带勒到淤青，还能自己走下车拍照，连警方都忍不住惊呼这台车太厉害，直言类似状况常常都直接请检察官来收尸。吴玲珊指出，原本 PO 文是想和老婆道歉，不料意外成为关注焦点，坦言这样的经验还是不要有的好。妻小正等着我回家，我会更小心，并感谢外界关心。另外，苹果报道，吴原本提到不要太相信自动驾驶，他事后澄清是自己太过依赖辅助系统，才会边开车边看剧本，并没有责怪车商的意思。事实上，吴玲珊对 Volvo 的安全性赞誉有加，并透露自己委托保险业者处理后，再补贴了20万元购入同款新车。为了家人，看来投资一台安全的车还是很重要。另一方面，吴玲珊也再次提醒网友，这次的车祸告诉他，虽然车辆配备许多安全辅助系统，但开车时仍要保持专注，眼睛不能离开前方。